木工这门手艺是需要长时间不断训练的产业，而且需要坚持才有法度传承传统笋工无用铁钉的工艺。亲像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内桌仔椅仔，已经是单纯的家具，而是艺术品同款。当然要达到这款木工的水准，自身员工的经验看价得相当要紧，尤其伫大欠工的时代。企业以回聘退休员工，互因继续伫职场贡献。目前各单位各种的职务有超过1/3拢是中高龄就业。工课上，伊即摆上按着退休了啊，工课上伊也袂安排安尼换机来啊，初档伊也袂叫咱做啊，按着哪里来做，就半做，就咱若骹行了算着再坐一下安尼。如意讲家己认为讲做袂落去啊，咱就放弃。总还阁会使的范围内底，阮会好啊，这段时间会好啊，把公司较早留落来迄种优良的迄种功夫啦，迄个拢保留着。因为我们做的是实木家具，以实木家具为主，实木家具很重，所以现在身体上比较负荷不了，所以以坐着为主，以修复。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人口估算，45岁到64岁劳动人口比例将逐档增加。到2070年，近半数劳动力拢将来自中高龄族群。所以如何落实就业促进法，协助因重返职场，同时鼓励世代合作，维护友善就业环境，拢需要政府甲民间同心协力。工作上难免他在负荷上，可能不一定是任何工作都适合中高龄。那我觉得可以建议政府可能在劳动部这边，或许在受理这个专案申请的时候，也可以协助他们做一些工作分析，让他们分离出可能合适中高龄者做的工作。一方面可以贡献他的一些经验，一些这个过去的一些这个成功的经验，可以协助这个公司。我觉得这也许是在他离开职场再进职场，可以提供他的一些这个贡献。这2年来，劳动部分家人分数透过奖励鼓励企业，已经让将近5万名中高龄进入职场发挥优势。所以今年协内预计推广小概25000名好人才，希望企业给予中高龄就业机会。除了说这些雇用奖助的机会。补助之外，津贴补助之外，我们另外有鼓励一些像一些传承技艺的一些经费，给企业这边来回聘一个已经退休的员工回来这边训练他的在职员工，然后把技术再传承下去。103年对空军中校体业的蔡宾馆，现在转变成餐厅的服务生，用专业的热情来接待人客。伊讲囡仔咧读册，一人伫厝嘛有做，所有机会找到餐饮之道，成为伊职业第2春。已经迈入第2周的实习了。对，那其实这段期间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环境就让人家觉得很舒服。对，然后其实这个工作我之前也有涉猎过，只是都是 PT 的部分，就是 part time 的部分。对。所以我觉得还蛮能够胜任的。他们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说，可能在家一段时间嘛，都是2度就业会觉得比较没有信心。那这一块我们可以训练他，也可以培养他，因为餐饮业比较特殊嘛，他每天面对是不同的客人。对中高龄来讲，不管是为了生活、想要兼差，或是介意工作、想要贡献家己的专长，继续追求成就感。面对这款劳动力的兴起，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不得不面对的课题。台南新闻阮吉专题报道。